去戶外或者旅行就好需要唔同嘅收納袋去裝物品嘅喎。C2 Summit 3個王牌系列嘅防水袋又點樣方便你嘅戶外行程呢？主打輕身嘅 Ultra Seal Dry Bag 用30D 嘅輕量尼龍製成嘅，半透明嘅設計方便睇清楚內容物，用嚟分裝行李，特別係長途行山嘅朋友就好啱用啦。而 Lightweight 系列嘅用途就可以再廣泛啲喎，用咗70D 嘅尼龍面料，耐磨度大大提升，內層仲係白色嘅塗層，防水耐用得嚟，喺戶外都可以方便揾物品喎。一般嘅水上活動、行山露營都足以應付噶啦。仲有一款最厚身嘅防水袋 Big River 系列就最啱用嚟做戶外活動嘅外袋啦。420D 尼龍製成嘅 Big River 系列耐磨度最高嘅，喺極端天氣下都可以保護裝備喎。兩側嘅織帶環仲可以方便將防水袋綁喺背囊或者單車外面，仲可以加埋孭帶直接孭出戶外用添㗎，對裝備就有更高嘅保護啦。3個系列嘅防水袋都有唔同嘅顏色、唔同嘅尺寸選擇，可以就住唔同嘅用途去揀選唔同大細嘅防水袋嚟用喎。去戶外或者旅行，對裝備就有更好嘅保護啦。